看你苗栗的消息，苗栗市一间幼稚园，因为咧煮饭的这个阿姨呢，离开灶卡的时，未记咧关火，这声害啊煞火烧厝。因为这囡仔无独生的能力，所以讲幼稚园的消防安全特别重要。有真个幼稚园，除了讲符合基本的消防法规以外，佫会增加安全的设备，所以讲家长会使特别去看，像讲有设户外逃生梯，也是讲伫这个高楼层的所在，设会使。流水啊落来，即个救助笛啊，上怪危险，即个灶卡应该设伫较悬的楼层，避免讲火烧厝的时，将即个逃生的路线挡掉咧。小朋友缀老师行楼梯到3楼上课，若是发生火灾，要怎逃生？拍开窗啊，对遮会当互囡仔落去。幼儿园有设置救助笛。小孩子要抱着，抱着之后呢，他抱着我，然后我们就这样一个下去哦，因为他这个旁边有一个踩的。 哦，是用爬对，它一个一个降下去，一个一个降下去这样子。疏散的路线，袂当只有一条，一定爱有别个逃生口。行到阳台户外，还有另外一座逃生梯，互学生老师会当安全的到1楼。就是从这样子一直走下来，所以它的动线是非常的一个顺的一个方式下来到这边。那这边的话是一个很空旷的一个场域，都可以值得让孩子们就是逃生出去。 另外，幼儿园上应该小心的所在就是厨房，因为我们要料理给孩子们吃，所以我们是厨房的部分，我们一定有分开，所以我们设计在楼上最顶楼的地方这样子。厨房是独立的，伫上悬楼的所在，甲教室分开去。这厨房的人员袂当只有一个人，只要一煮饭的至少一定要有2、3个，互相照应，互相提醒小心用火，对上源头减少灾害发生的机会。